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样爱在你面前，真做你欢喜的事。这是我要请兄弟姊妹，咱来做一个认罪祈祷。利未记第20章26节来讲，恁着归我做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佮叫恁对万民中间分别出来，互恁做我的百姓。咱做伙为着家己的罪来祈祷，咱伫圣殿。伫主的宝座前开声，为着家己的罪来认罪祈祷。咱大家开声来祈祷。听我的阿爸爸上帝，你对远知，你就知阮的意念。阮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，无法度靠家己的意志来做完全的人。虽然阮有愿意的心，阮却常常伫罪恶中来断舍。天父啊，阮真心得罪你，求你怜悯阮。你讲，恁着圣洁，因我耶和华，恁的上帝是圣洁的。主啊，恳求你用圣神来灌安阮，充满阮，更新阮，降落圣洁的火，一尽消除阮内面一切无清气的、无属于你的，互阮成做一个你所欢喜。合伫你圣工来使用的，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所以咱要为着家己灵命成长来祈祷。咱正做基督徒，毋是干那知影上帝是咱的救主，知影上帝是咱的疼痛，总是咱也爱知影，咱的确爱将家己的性命。咱的灵命，搁较会当结连伫咱的主。耶稣甲咱讲过，伊是葡萄树，咱是树枝。咱树枝若无结连伫葡萄树，就树枝会孤单，树枝就会迄伫火互烧去。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爱伫主的面前，将家己献上，当做偌济。咱开声，为着家己的灵命来祈祷。咱每一个人，每一天，拢带着一个骄傲的面具咧生活，总是这毋是上帝的心意。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安尼讲：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典予谦卑的人。咱搁一摆谦卑伫主的面前来开喙。为着家己灵命成长来做祈祷，咱做来祈祷。阿爸爸啊，你讲，一称做我名的百姓，若是谦卑祈祷，找求我的面，我当离开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听因的声，赦免因的罪，移伫因的地。感谢你，这是何等大的听甲恩典。主耶稣，我要学习你，成做一个谦卑、温柔、感恩的人，互阮全身有基督的香味，伫万民中间做你荣耀的见证。也求你保守阮的灵命，伫圣神的带领下面不断的成长，也更新阮。互阮有清气的心，正直的灵，成做你圣洁的器具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，阿门。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。
我祈祷那有爱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叫你的名，是上虔诚来祈祷，为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是我要后者兄弟姊妹，咱为着教会同工、教会牧者，今仔日的礼拜，以及张义军老师今仔日的诗歌见证会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掌权，伫每一个侍奉同工、每一个伫听伊兄弟姊妹服侍的顶面，咱大家开声为这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感谢你竞选富强教会同工甲牧者来服侍你，求你伫阮的中间赐了彼此相听的心，求你加添阮教业的稳定，将服侍看作是通欢喜的福气，经历甲你同工的美好。就阮若服侍若甘甜，也求你保守因的心灵拢得到健康，也祝福因的婚姻，互因成做家庭甲教会的热坎甲祝福。将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张玉军老师的诗歌见证交托伫你的手中，锻炼阮今仔日所有的人会当经历你的同在甲荣耀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这是我邀请兄弟姊妹咱的起立，咱这是要为着明年50周年，咱教会来祈祷，相信咱教会会当成做正教会祝福，相信咱教会会当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。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咱讲，万军的耶和华伊安尼讲，毋是我靠势力。毋是我靠才能，是我靠我的神才会当成。兄弟姊妹，有圣神同工的圣工，会带来教会的复兴。求主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属于伊的百姓，互咱在做圣工的时阵，充满上帝的智慧甲开力。愿圣神大大关握伫富强教会。咱要宣告富强教会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，特别伫迈向50周年，咱教会通成做正教会甲城市的祝福。咱做伙开声，为着富强教会未来照明，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阿爸爸，阮需要你的权柄甲开力，求你听甲合一的灵，充满伫富强教会甲所有的信徒中间，求你帮助阮，无看彼此的分别，我爱注目伫更较重要基督的心意顶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求你帮助阮伫生活中间，真正他活出基督的听，佮深知只有通过圣神的开力，才会当真正成就你所欢喜的成功。主啊，我恳求你，赐了温哥的关爱。
大领你的囝儿、查某囝活转归于你，吸引更较侪的百姓来认捌你。你是黑暗中的光，你赢过一切黑暗关系。主，你是世间人的光芒，也恳求你改变我，改变这个世界。我们宣告，主你的圣神的确要伫富强教会成就新的事、新的恩膏、新的恩典、甲新的光芒。阮阿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的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平后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平后听你的声，我的无声，我心所听，忘了家己，予你传。你是神奇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舵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撒我，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。一届宣告，你是圣洁的上帝，你是圣洁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舵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不会放撒我，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。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舵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撒我，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听，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。予你的旨意听。主啊，你是堪你受尊重的主，我们跪下来学了你，我们用专心专人来学了你，因为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万物拢要伫你的面前拍败，愿一切学乐、尊贵、荣光、冠冕拢归予你。主全能上帝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万世。
了尊贵圣洁的游客，万人跪拜，主你最后的高永远，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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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的尊严高乐，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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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恩属的你，冠冕属的你，天的属器官上帝，主全能上帝。作为可典奇妙，万世哦，你的道路公义真实，基督救主耶稣，尊贵。圣洁的游客，万人跪拜，主你最后的高永远，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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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的心看的尊严高。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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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恩属的你，冠冕属的你，天的属器官上帝。哈利路亚。现在现在，只有你是看的尊严高乐，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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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恩属的你，冠冕属的你，天的属的冠上帝。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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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你是看的尊严高乐，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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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有我属的你，冠冕属的你。小器官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咱来唱《圣诗305首》。